不是我们你卖也是一样，我卖也是一样，这个东西要多好，不是。嗱，呢頭發動機呢個行駛咗10幾年，30幾萬公里。嗱，我哋過嚟睇睇啲油泥，佢係唔算多，但冇嗰台本田咁犀利。嗰台本田呢個行駛咗幾年嘅啫。咁啊，因為佢呢台車啊年份上咗嚟，油泥又多少都有得嘅。之前可能保養亦都係超咗時間，咁啊有多少油泥係屬於正常嘅。佢時間上咗嚟啦嘛，17、18年啦。咁佢今次調嚟嘅呢就係搞呢個正時嘅，正時有些少鬆同埋漏油。咁啊，其他啊冇乜問題噶啦，我哋啊丟嚟呢啲啊順便同佢清洗埋啦，因為呢啲油泥都唔算多。咁啊呢度本田嘅配件啊買咗翻嚟啦，我哋而家聽聽車主係點樣同我哋講嘅。要安裝好的，我肯定安裝好，我这个我们肯定安装好。比如说啊，你买一个机子，它没有达标，因为我们没有检测，知道吧？还有你买的部件，比如说电是吧，不一定是达这个标准是吧？我们也没法去给你检测，对不对？安装了之后，因为你这个配件如果造成出了其他的问题的话，就这个。那我这些配件全部退掉，你买你是不是要包的？是不是？我们肯定不止啊！如果是我们全部走我的话，因为你按这个钱你帮我买这些东西可以的，这些修理厂冇可能㗎，冇可能㗎。怎么可能，老板？哦，我一分不花，我还要给你办个售后。这个东西，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吧？我这修理厂我们是保障安装没错。你拿个东西过来又达不到我们的标准的，我怎么知道你怎么标准的，老张？那你现在怎么样？现在先停着了啊！我们现在先停着，我们聊好了再去搞，好不好？不能说你买东西过来，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产品。这个产品我自己的车满路野了，这个东西。你这个才开了几万公里，才开成这样子，这个东西我说我怎么能相信你买的配件？是不是？我们只保证安装。对，我们只保证安装，就跟你说了。你说配件啊，我跟你这样说。配件我们肯定不包你什么啦，不是我们卖。是啊，不是我们。你卖也是一样，我卖也是一样，这个东西要多好。不是的，就2回数了哦。2回数了，大家同样开几万公里的车，你的发动机为什么会这样啊？你发动机为什么没有油泥了？是不是？这样说的。我知道不可能，大家都开几万公里的车，为什么你的车要大数前，但是不用呢？那就是这个油那个增压，我们按规的装好，出了问题，你只能去检测我们按规。對，是，可以。如果增壓本來問題肯定不關我們事。大家都聽到啦，個車主嘅意思咧，就話佢自己預買配件，就叫我哋同佢做呢個售後質保。第二，佢話叫佢啊退晒啲配件，叫我嚟去買翻嚟同佢質保，但係價格咧就同佢嗰啲係一樣嘅價格。其實啊，大多數修理廠採購配件都係喺原配件上面加多20%左右嘅。我哋係真正提供咗服務嘅。嗱，打個比方，嗱呢個剎車皮咁計，嗱如果佢裝咗上去有異響，咁啊如果再拆翻嚟一串咧，如果係車主買配件咧，我哋一樣係收多一次人工嘅。如果係我哋買配件咧，就哪怕拆10處，我哋都係收1處嘅錢嘅。所以我哋加收你20%嘅係可以做到真正嘅服務嘅。